来讲到囡仔，总是会发生一寡咱意想未到的意外，像迄种食甲饱的餐厅，或者是火锅店，或者是牛排馆，拢会提供这个汤啊装的冰淇淋，让消费者家己去挖。想袂到伫挖冰的迄支卡拉，竟然会去伤到囡仔。苗栗一个小女童借手的大父母，就是去用卡拉的茎啊，甲插入去这个井架，听甲大声一直哀，赶紧邀请到消防人员来处理，才解除危机。 11岁查某囡仔正手的大舅母，和冰块啊压着，听个一直哭，消防人员一直甲安慰，伊情绪才较稳定。你要忍一下，如果我们错一步，你的手会更痛哦，好吗？冰块啊茎啊，佮插着伊的指甲，小可叮当一下就真疼。消防人员用油压剪，将这个茎啊交断，这个查某囡仔的镜头啊总算无代志啊。 家己送去病院检查，无啥要紧。当时这个查某囡仔就像安尼，拿冰块要吸冰淇淋，无适时镜头啊煞伸入去这个茎仔内面，就安尼被压掉咧。所以讲受伤听甲哀哀叫。小朋友可能没有力气的情况下，他手会乱放，穿到这个洞里面去之后。 刚好弹簧夹住之后就出不来了。弹簧。囡仔较无够力，操作若无细致，就可能受伤。警消人员嘛呼吁民众，避免让囡仔家己去操作，以免发生危险。